我来继续来看婚林口湖牵水庄的仪式，是要来超度100年前伫水灾牺牲的先民，嘛是国家的重要民俗。口湖乡蛤蟆寮万善祠来推动着传承教育的计划，庙方的志工到下轮国小，甲小朋友讲家乡的故事。 为着让口湖乡的囡仔容易当更加了解口湖牵水庄的历史，蛤蟆寮万善祠伫咧今年推动传承教育计划。一个是针对于历史的方面来讲，那就是跟他们讲说为什么会有潜水庄，那潜水庄的由来这样子。 口湖牵水庄那是纪念145年口湖水灾的故事，嘛纪念先民的100年仪式。这100年计划就是希望让口湖乡的囡仔会当更加明白家己故乡的文化。我们的每一位孩子也都是口湖在地的子弟，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介绍的活动，可以让孩子去理解到我们身处所在的地方，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。 做水庄，唔那是要纪念当年牺牲的先民，嘛代表文化传承。透过庙方的推动，和口湖牵水庄的故事会当传承落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